澳門國慶去邊玩？國慶黃金週嚟感受一場驚險刺激又充滿文化魅力嘅獅王爭霸啦！獅王爭霸國際賽2025美高梅杯將會喺10月4日至到5日喺歷史悠久嘅馬國廟前地展開角逐。因為形式文化跟這個有拜佛啊、拜媽祖文化，這媽祖廟前面呢是比較最合適嘅地方。本屆獅王爭霸參賽隊伍中，唔單止有嚟自粵港澳大灣區嘅傳統勁旅，更加有唔少海外精鋭隊伍。佢哋一同組成咗24支頂尖醒獅勁旅。每一次咧，我哋都可以感受到依邊嘅醒獅文化，大家嘅熱情啦，爭取冠軍啦，全力以赴做到最好。佢哋將會喺3米高樁上展開巔峰對決，為市民同遊客獻上一場精彩絕倫嘅中華傳統文化盛宴。呢個國慶就嚟澳門馬國廟前地，親眼見證獅王誕生嘅精彩瞬間吧。